請點評下歐洲局勢。最近中國以外嘅大事主要集中喺美國同歐洲，好似西班牙修達事件，幾萬名摩洛哥青年如入無人之境，直接闖入西班牙邊境，大家都有目共睹。咁當然而家話勸返咗4-5萬人啦，但係美國有記者去嗰度調查話周圍都仲係，所以到底留低嘅係幾千、1-2萬定係點，我哋唔知。但係前排呢，我見到 Elon Musk 同經濟學人主編嘅一個對話，嗰個經濟學人主編呢堅持話歐洲嘅移民問題，佢話 Elon Musk 誇大咗歐洲問題，仲利用佢哋 X 嘅影響力散播呢啲不實資訊。佢話仲話英國嗰邊因為佢喺倫敦住嘛，佢話倫敦其實好安全啊，仲話英國喺移民融合方面做得好唔錯。咁你又點睇呢？到底歐洲而家嘅移民問題其實係咪真係咁嚴重呢？經濟學人嗰個女總編輯係個典型嘅白左分子，呢啲人喺英國養尊處優啊，以前係中產階級出身啊，可能係讀牛津大學或者倫敦政經學院，諗住呢個倫敦，我諗係住喺西區，好似呢個 Chelsea 或者係倫敦北部嘅 Hampstead。因為如果你睇過倫敦你知同紐約一樣，有錢人同埋嗰啲窮人同中產居住嘅地區係冇位分明。你如果住喺呢個西區嗰度側邊全部都係白人，全部都係保守黨嘅選區佢200年嚟都冇乜呢種黑人佢喺印度佢哋搬入嚟嗰度係溫文有禮嘅，好文明。你去到嗰啲白人嘅嗰啲尊貴地區，你開車，人哋對面呢個白人，我要強調種族膚色，如果係個白人中年嘅老太太，會主動讓路。如果嗰塊面係黑咗如果嗰個係揾咗佢哋非洲佢會搏命同你搶路，噼里啪啦，咁啲人嗰個機率高好多所以話倫敦安全唔安全，咁你住喺邊度？我識得香港人有個嘢探親，有個嘢旅遊，10個有10個都話我知佢部手機嘅，路邊就被搶咗呢啲叫安全咩？呢啲叫安全咩？呢樣嘢安全咩？呢樣嘢就係中國喺西安嘅深圳會發生嘅，全部都係天眼倫敦都有天眼搶佢都冇用有啲報警警察唔嚟咁嘅。所以咧呢個 Elon Musk 咧係出於一番好意嘅警告英國，你呢批白左，呢批白痴，過去10年嘅對於外族咧，佢嚟自中東嘅非法移民自由放任，遲早會爆發內戰呢個係一番善意嘅警告。經濟學人嗰個女總編輯咧，其實佢嗰個英國人嘅自尊心受到嘅損害，佢話佢你誇大㗎啦，你話歐洲嘅呢個危機，歐洲點會係呢個危機？你去巴黎睇下，你去比利時布魯塞爾睇下，你敢唔敢喺9點鐘之後喺巴黎北站或者蒙馬特呢地方一個人行？尤其如果你係女性，你敢唔敢？咁而家喺伊斯蘭外來移民、強姦、搶劫婦女，仲拐帶女童，呢啲都有數據支持。監獄入邊嘅人種係白人多定係黑人或者非白人多呢？呢個都有數據喺度呢。再講，半年前英國多個城市都有白人發起反移民遊行示威。英國人一向好含蓄，如果唔係到咗國家危難關頭，佢哋係唔會咁樣走出嚟嘅。再加上而家工黨政府嗰個無能區白咗首相換湯唔換藥，我識得嘅英國人都心急如焚。歐洲伊斯蘭化係由10年前東德共產黨出身嘅默克爾夫人開始，佢莫名其妙做嘅德國總理，仲特登大開中門，收容咗110萬佢自敘利亞、伊拉克嘅中東難民。結果點樣？咁一個幾月前呢，德國嘅同性戀團體遊行呢，結果有伊斯蘭嘅恐怖分子揸車撞入去，發生嘅衝撞事件，造成咗大批嘅傷亡。呢啲唔係默克爾夫人做姑爺咩？留低個毛巾係咪？講真，
而家歐洲咪好安全，除非你好有錢買隻豪華遊艇開去地中海，去西西里島對面。西西里島就唔使驚，因為上邊全部係黑手黨，佢哋有晒機關槍。而家波蘭已經落咗令，叫軍隊守住邊境，見到非法移民可以開槍。你話係咪法西斯？係又點啫？已經到咗生死存亡嘅關頭。特朗普睇錯，凡事都冇錯。而家係500年西方文明嘅生死存亡之秋，尤其係西班牙嗰個桑切斯，最唔係嘅。佢係個左派，佢要同特朗普對抗到底嘛。Trump 好心咁話佢知，你西班牙唔好睇我度咬開一個缺口啊！佢放咗大量呢啲咁嘅回民入嚟，咁就帶頭特赦100萬人啊！歐盟呢見到就慌晒啦，歐盟都好奇怪。我哋平時管呢啲嘅毛蒜皮嘅事管得好嚴，你超級市場呢啲香蕉唔可以係彎嘅，一定要係直嘅。每一件呢啲咁細微嘅事都管得好嚴，要統一。但係各自嘅成員國呢，佢大事唔遵守，歐盟嘅集體利益佢就管唔到。好似呢個咁嘅西班牙人特赦100萬人，歐盟主席汪德萊恩完全一句說話都講唔到啊！咁既然西班牙係歐盟成員，你特赦咗100萬人，呢100萬人特赦之後就會去德國、去法國，喺法國揾隻橡皮艇，係喺淘寶買翻嚟嘅，然後一隻艇坐幾廿人就去英國噶嘛？點解呢？英國政府有免費酒店，有免費社會福利，就令到呢啲移民佢哋嘅終點係英國而唔係西班牙，更加唔係嗰個佢嘅肖塔。肖塔呢度唔係一個島，係連住摩洛哥嘅，係一個自古以嚟，我要強調啊，係屬於西班牙嘅領土。去到咩程度？500年前係葡萄牙最先航海，葡萄牙先佔領佢呢度，過咗幾十年就讓佢俾西班牙，所以就好似香港嘅九龍半島咁，係連住大陸嘅。呢啲而家網上有個陰謀論好得意，就係話以色列同美國喺入邊搞鬼，因為你桑切斯打開彈，整咗100幾萬人入西班牙，呢100萬人將來會四圍走，流毒遍布全歐洲。你既然咁中意呢啲外來移民，你咁中意移民，我就等你要到死，要到產為止。所以佢哋喺網上發放消息，話而家呢個肖塔呢，你哋可以入去以肖塔做一個哨站，可以去西班牙，就好似人死咗嘅。佛教話呢個肖塔就好似7749日嘅中陰身咁，然後西班牙就係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都係一個中轉站，最後你經西班牙入歐洲，去到英國住免費酒店，嚟到英國公民身份，嗰個先係真正嘅涅槃。涅槃係最高境界係嘛？呢個3級條啊，你咁中意要呢啲阿拉伯人，好，我就大量咁樣將佢哋放晒入嚟。所以而家桑切斯呢，呢個笨蛋呢，話嗰啲人要趕走，要驅散嗰啲人。喂，你唔係社會主義者咩？你唔係相信馬克思主義咩？無產階級要聯合埋一齊噶嘛？你係咪同 Trump 對住幹啊？ Trump 最憎呢啲回教徒，係咪凡係敵人反對噶，我哋就要擁護啊？係嘛？所以呢，呢場好戲，我哋旁邊幸災樂禍，諗住你哈哈大笑，因為我中意睇到蠢人自己行上一條毀滅之路。我係一個達爾文主義者，係咪？但係我覺得有一點好奇怪，就係我前排讀咗一本書，好似係 Douglas Murray 寫嘅，佢寫嗰本《歐洲的奇怪死亡》入邊就話，其實2000年初開始，歐洲嗰邊移民咧已經係一個問題，因為嗰時已經開始有福利，要移民等等就開始越嚟越多。但係歐洲有個好奇怪嘅問題，歐洲人唔願意面對呢個問題，你只可以話移民好，唔可以話移民衰。你只要指出移民或者大規模移民會為歐洲帶嚟咩問題，呢啲人即刻，如果你係政治人物嘅話，你哋政治生涯就此完結，然後媒體亦都唔准你發聲，平時討論亦都唔准你講。就係點解歐洲人喺移民問題上邊會變成一種只可以話好，唔可以話衰，或者完全拒絕去面對呢個問題？就係媒體啦、大學
知識分子咧，第一蠢，第二懦弱，第三呢啲係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嚟呢種洗腦式嘅灌輸，即係佢先壟斷晒所有美好嘅名詞啊，革命啊、解放啊、進步啊，係咪？例如話你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啊，你就係進步人士啊，你對呢啲提出異議嘅，咁你就反動分子啊，係嘛？好啦，我主張要將呢啲非洲難民全部接收晒，你唔好理我背後有冇陰謀，你一反對呢，你就係極右法西斯種族主義者。所以咧，西方有好多善良嘅中產階級，因為佢冇人善良，人老實。因為呢個係共產黨左派嘅咁嘅灌輸，佢哋捷足先登，先壟斷嘅語言入邊所有正面嘅詞彙，然後透過語言佔領道德高地，再居高臨下指手畫腳。呢個喺30-40年代中華民國喺大陸嘅時代就係咁樣。你睇巴金嘅小說，好似《家春秋》呢啲，已經喺度散播緊意識形態。咩家庭禮教啊，咩老太爺就係代表咩封建啊，地主家庭嘅呢種霸權啊，我哋後生仔就係要爭取自由戀愛啊，點解要指腹為婚啊？點解我唔可以喺我哋戀愛嘅對象啊？講出咁轟轟烈烈，非常浪漫，對後生仔嚟講有好大嘅吸引力啊！但係啊，喺呢個自由人權嘅幌子之下，當呢啲社會主義分子達到目的之後，佢就將當時佢哋嘅言論自由、呢樣自由、嗰樣自由收翻晒，據為己有。所以喺西方白左呢種社會，包括加拿大，係咪重災區？你唔可以提出任何異議，否則你就係 Trump 嘅同路人，你就係所謂嘅 Trump 粉。一旦你被定性為 Trump 粉，咁外國人嘅社交圈啊，人人視你如洪水猛噶。如果你同外國人、西方人講，我唔中意你嘅紋身，紋到呢個樣，好醜啊！咩叫醜啊？醜就係醜啊！咁你覺得咩係美啊？咁你苗條噶嘛？呢個冇牙，呢個紋身咪靚咯。喂，你覺唔覺得你呢種美感觀念其實係帝國主義右派加咗你頭上嘅枷鎖觀啊？言女為悅己者容，點解我作為婦女要打扮到靚一靚去取悅男性啊？係我要着得暴露啊，要3點式啊，要身材好啊，呢啲唔係滿足你哋呢啲臭男人嘅視覺慾望咩？所以我偏要食到好似豬咁肥啊，一定要紋身然之後呢，我一定要食大麻，成口粗口。你係女仔，講粗口唔好，要有啲教養。咩叫教養啊？叫紳士淑女啊！紳士淑女唔就係你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個統治階級。有另一個詞咩？白人特權啊之類。中國人係咪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嗰陣，你女仔打扮下，着條花裙啊，紅衛兵就過咗嚟把佢剪爛咗啊？咩叫美啊？中國人嗰陣文革有個名詞好搞笑，叫醜美太臭美，美就係美，點會醜呢？以呢啲中國人嘅標準，凡係醜嘅，凡係臭嘅，好似糞坑入邊咁蛆蟲咁，嗰啲就係香嘅，係咪？所以而家美國白咗將基本人類嘅美醜、正邪善惡呢套價值觀，通過20年軟性嘅意識形態宣傳，將佢顛倒晒。全部顛倒。係咁樣，所以佢而家你唔好驚俾人話係種族主義者啊！你喺而家好多英國人啊，包括一啲我識嘅朋友都 quote 出去啦，而家老子唔驚啦，係種族主義者點啫？又點啫？係法西斯，咁又點啫？當你心中無所畏懼嘅時候，無欲則剛，你就唔使驚呢啲左派分子喺度，呢種蠢豬加埋非常惡毒嘅人。所以咧，特朗普話咧，佢係共產主義分子喺度亂貼標籤，同你戴高帽，係嘛？戴高帽呢個名詞，中國人仲唔熟悉咩？你哋3代人都俾人戴高帽，今日唔俾你出鏡啊！你成日想出鏡就同你戴高帽，就話你係嗰個
人工智能漢奸、金融漢奸啊，傳到嚟香港買保險，買美國嘅保險、中國嘅保險。平安保險你點解唔買？你點解唔用人民幣買啊？你啲媽冇非要買呢個美國安邦啊，冇嘢啊，英國保誠啊，你係中國人啊，你點解唔殺篤尿照下鏡啊？你將皮膚染成白色，人哋都當你係中國人啊，你知唔知啊？中國人就係呢一種義和團嘅邏輯，100年前有好多人從來都冇進化過，佢哋就留咗呢個水平係嘛？係嘛？點解嗰啲人話喂，你以為你睇住呢本美國護照啊咁嘅，你今日已經上咗岸，你係加拿大人，美國人就當你係美國人啦，笑話。你點知美國人唔當我係美國人啊？佢就算當我係美國人，當我係英國人，我願唔願意做英國人、美國人啊？佢係我嘅私隱管理，關你屁事。所以中國人呢種嘅誅心論又好，呢種缺乏邏輯理性嘅呢種情緒化嘅思維啊，都仲係幾有趣嘅，係嘛？咁喺當時呢，喺中國人嗰種中國人嘅問題，而家今日白咗啊，形成咗一個意識形態嘅重災區。所以出邊呢，喺大學讀嘅博士話係佢嘅社會科學讀嗰啲咁嘅垃圾嚟嘅，咁佢越讀越蠢，殊途同歸。所以毛澤東反而當年講得啱啊，越讀越蠢啊。毛澤東咧一坐入北京城，首先將北京大學嘅社會學同你廢咗嘅可以分店咁做嘅嘢啊，專門出蠢人。你哋今日就係咁樣啊！呢啲佢哋嘅社會學、社會科學、政治學啊，有冇嘅結構主義啊？佢哋去殖民主義啊、女性主義啊，佢哋女性研究。咁我眼中，我歧視呢種人，我歧視呢種，我明目張膽嘅，我直情話我係歧視，我歧視所有低智商嘅蠢人啊！此於為義，因為人生好短，你唔好浪費時間同佢哋糾纏，係咪？問題係呢啲人係冇用嘅。呢啲人問題係出咗揾唔到工，揾唔到工係抵死。揾唔到工嘅嘢就去搞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要均貧富，就係咧好多人就係呢啲人，你去食大麻，你去露宿，你同嗰班窮鬼捐埋一齊，你冇去啊，呢個圍爐取暖好啦。終極大選好重要，一定要喺共和黨下一屆美國嘅大選，加拿大嘅大選一定要睇右派嘅政黨，越右越好。咁法國嘅一定要睇馬林勒龐，個冇得講嘅。除咗喺呢個反對呢個極左嘅呢，佢仲有好多政策。比方講，重新強調家庭倫理觀念，重新肯定基督宗教嘅精神，仲有減稅啊！呢個要削減呢個社會福利。呢啲右派嘅政黨並唔係只係推銷反移民，佢仲有其他一套啊，係嘛？咁你覺得，哎呀，你點教人哋投川普啊？叫投英國嘅改革黨？其實問得呢種問題嘅人真係好低智商嘅，簡直就係嗰啲所謂嘅低端人口嘅。咁你覺得係啊，蠢人咁多嗱，你要喺中間築一個圍牆啊，唔好俾呢啲低端人口闖入你嘅思想同社交生活。咁你覺得歐洲呢個移民問題仲有得救咩？冇得救，請神容易送神難啊！呢隻鬼啊，你打開門，你而家呢間屋鬧鬼，你打開門一屋都係鬼。你要救呢，你到意大利叫梵蒂岡，你要請一個神父啲嘢鬼，冇鬼嘅過程係好痛苦嘅。你呢個人好似吸咗呢個白粉要戒毒，要呢個刮骨療毒啊，呢個過程呢，呢個 demo 呢個 exorcism 呢個過程呢，係要痛哭流涕啊，你個嘴喺度鬧粗口啦，兩眼反白啦，佢地下打滾啊，嘔啦，肚金啊，臭到死啊！而家你喺德國啦、法國啊，有啲文明嘅國家，你能夠經歷過咁樣一個痛苦嘅過程咩？
唔會咁啊。所以咧，而家中國要認定呢個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呢個時候我唔滲透你，呢個時候我唔將你咁低，我仲等幾時？咪先富而後重生係咪？啱唔啱？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一定要先也門打狗，攘外必先安內。呢個係所有旅居嘅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嘅華人要為自己家庭倫理嘅底線，或者為咗安身立命嘅基本利益咁打算，唔好同嗰啲蠢嘅、愚蠢嘅白左同流合污。你要知道，你俾佢，你俾個優越。你係中國人，你係華人，你俾呢啲愚蠢嘅白人要有優越感，因為你經歷過文革，你識得人性。呢班白痴唔識，我唔理佢係牛津定係哈佛耶魯係嘛，要喺心入邊藐視呢種人，佢嘅知識分子啊、博士啊，佢嘅基辛格啊，佢嘅論壇嘅呢樣嗰樣。所以咧，呢個係大時代，非常之刺激。哎呀，真係大時代，大時代！我哋喺美國嘅，我哋先管好我哋嘅中期選舉再講。11月嘅中期選舉再講。大家好，同大家推薦一下嚟自加拿大嘅 Gin X 西洋參黑高脂呢款產品，回購率好高，單5月份黑高脂嘅平均回購率已經接近44%。一個呢係因為佢品質可靠，佢獲得喺加拿大衛生部有效性同安全性嘅雙重認證。另外係效果多重，例如猶他州有一位陳女士，佢喺今年3月買咗2樽黑高脂，3個月之後呢就反咗血糖，比之前有所下降。身體狀況改善，整體感覺良好，因此呢再次回購。咁當然啦 ，Gin X 黑高脂係保健食品，唔可以代替藥物或者係醫療治療。佢對於中老年人壓力大、體質偏虛或者長期熬夜嘅朋友，不妨一試。使用優惠碼，芳菲可以享受85折嘅優惠。